假如米斯拉来到我的世界，哦，这就是我的世界嘛，感觉也不过如此嘛。看看这个方块，跟马赛克一样，还没有我们迷你世界的方块好看呢。哎呀妈，这太阳不妥妥马赛克嘛，完了呀，我的世界全是马赛克啊！算了，还是打开设置看看有什么东西吧。哎，这个观影按钮是什么意思？搞什么啊？喂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，完全不是一个游戏了，好吧？还有刚刚那个马赛克的太阳呢，哪去了？我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们看这地上的材质还是和马赛克一样，凭这点我们迷你世界就扳回了一局。哎，奇怪，这个在光影下面的材质包是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。